高雄市交通局有选定市区三大停车的热点来试办全国第一个乌托邦的智慧限时收费停车格，头20分钟是免收钱的。即马做赢破爱二路呢已经做好势，上紧伫8月底就会当启用。 车路边停下卡4架拢停满乌托邦，人行道顶悬有真侪民众踅来踅去，找无停车位。这是高雄做行的破爱二路，因为附近拢是银行甲商业大楼，徛乌托邦外送办公的临时停车需求真多。交通局头摆试办的乌托邦智慧限时收费停车格，第一批就选伫遮，拢总5架，按算8月底要开始收钱。而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乌托邦智慧收费停车格。感觉会当啊，因为我感觉使用者付费因较袂感觉讲我一直停的都无要走啊。 但是有的人真正有需要公务的需要，所以真正有需要停车位。主要是要多宣传啊，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哎呀，假如有知道这个地方，我就会请他们。乌托邦智慧停车规定20分钟免钱，后上每20分钟收10块。除了做赢以外，还有新兴甲灵雅2大所在要做。交通局讲，高雄乌托邦数量全国第3，只有针对5大商圈做基础收费，停一摆15块。目前的智慧收费是试办，后续会看各地需求甲设置的难度来研议正式。 伊会当提出需求，阮嘛是主动的甲迄个商办家来问看卖讲都有这个需求，它的技术的部分是不是可行？这个我们要到现场去勘察，因为它智慧停车的部分，毕竟还是要有一些摄影机的一个设置位置。除了乌托邦以外，高雄市区的汽车智慧停车格已经增加到8900架，按算年底进前会当提早达成1万架目标。交通局也提醒，智慧停车无开单，民众会当透过告示牌顶悬的 QR code 即时查询纳钱，避免过期罚款。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